欢迎收看《Ken 到星球》，今天又是开箱宝的时间。开箱，我通常看到球衣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兴奋，因为呢，我其实之前有收集球衣的一个习惯，所以呢，在这个我自己打 CBA 的时代的时候呢，我是把所有几乎洋将要离开台湾的人的球衣全部都收集到了，其中包括像什么Abdul Fox 啊，或者是那个泰勒啊，那些球衣基本上我本来每个人都有一件，可是呢，因为呢从小生活坎坷，有的时候呢这个工作呢非常的辛苦，然后需要到处搬家，所以每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就不见了一些东西，所以我所有这些收藏呢基本上是全部的消失掉了，非常的可惜。所以呢，现在我看到球衣的时候，我是格外的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那个时候呢没有把东西全部放在一个该集中的地方？那我现在所有的东西我都还有，可是啊，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就先不要提了。所以要收藏一个很好的球衣呢，我觉得您要有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以及你宁愿收藏几件非常贵重的衣服，你也不要好像收集一大堆。像我认识很多收藏者，跟我以前一样，就是拿了一件衣服我就看了就要，看了就要。可是长久下来，你会发现这些衣服可能他们还是比较重要的东西，比较有珍贵的东西会有价值。因为呢，今天我跟大家呢一起来开箱的就是，也是 Mitchell & Ness 做的复古的球衣。那 Mitchell & Ness 说真的，在很多的细节上面做的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在它的 tag 上面，我认为就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这个衣服的 authenticity 的认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自己不是收藏球衣的专家，可是如像我这样子，如果想买一件可以让我珍藏的衣服的话，我也希望就是说它得到某方面的认证。那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确认，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不是仿造的一个球衣。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湖人队，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就是 Kobe Bryant。大家都知道他去年过世，所以他的衣服呢，应该有更多的收藏的价值。那可是我自己本身，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只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去收藏，我不会因为一个人过世了，然后价值提升我就去买一堆。我觉得这个是，也许这是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收藏者，我只是一个对自己比较爱好、喜欢的东西我才去收藏的一个人，所以这个跟很多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那讲到这件球衣呢，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啊。跟我们上次开箱的张伯伦是完全的不一样。张伯伦就是忠实的复古了，当时呢他穿球衣的那个样子，所以你知道60、70年代嘛，你去海滩搞不好看到一些没有穿肚脐的这种衣服，简短的，像张伯伦那一件，我觉得他就是把它做得很短，然后没有什么下摆。那可是呢 Kobe Bryant 的衣服就也是真实的反映当时的一个剪裁的方式跟材质啊。那这件衣服呢，它特别的地方跟过去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是，有很多的球衣为了要纪念一些选手呢，如果他穿了2个不同的背号，他前面跟后面可能会反映不同的年代。可是这件衣服呢，背号8号，这是 Kobe Bryant 在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所穿的衣服。可是如果你把它翻过来呢，这是一个2面穿的衣服。那比较年轻的球迷呢，就会比较记得背号24号的 Kobe Bryant。那这个球衣有什么跟其他不一样呢？还为什么这个前后面不一样的背号是反映2个特别的年份？2002年跟2009年呢，这个我们到时候再一一跟大家来说明。不过，如果仔细先看这件球衣的话，我喜欢的是，就跟他去年出的那套 Black Mamba 的衣服一样，它上面的细节是，它是有蛇的斑纹的。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对这种蛇的斑纹是一个 sucker。我只要看到有蛇皮的这种pattern 的话，我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冲动想去买。所以听到了没有？我儿子最近赚了一笔钱，
他不知道要送我什么东西，所以有蛇皮啦，就是你这种爸喜欢的，听到没有 ？OK， 那我把它翻回8号这一边了，因为我自己对于 Kobe Bryant 穿8号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的。那时候他有一个 baby fro， 然后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子，碰到 Michael Jordan 这个 Phil Jackson 跟他讲说，哎 ，Michael，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这个小年轻的球员稍微聊一聊啊，教他一些怎么样在联盟里面可以生存的方式。结果后来他说，我有一天要打败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是来教你的，你怎么说我要打败你？不，这个就是 Kobe Bryant 他的对自己的信心，以及他刚进联盟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一种个性。那所以呢，我特别喜欢他穿8号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自己还有在打一些篮球，因为他刚进联盟啊，96、97年嘛，那应该那个时候我还有的时候打得动，而且还可以教训一些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喜欢穿 Kobe Bryant 的球鞋，所以这个8号让我有更多的一些印象。那大家可能会联想，就是说为什么他前面的球衣要做2002年，后面要做2009年呢？其实这件事情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以官方的说法是，这2年呢，湖人队都拿下了总冠军。那在2002年这一年呢，他跟 Shaquille O'Neal 联手拿下了 NBA 的总冠军。那可是呢，这3年3连霸的过程当中，冠军赛的 MVP 全部都是 Shaquille O'Neal。虽然 Kobe 在01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平均在季后赛是29分，那到02年的时候，大概也在27分、28分左右。你已经知道他是有 dominating 的能力，可是呢，全联盟最具有主宰力的人物仍然是 Shaquille O'Neal。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传出了一些这2个人不合的传闻。那事实上有没有不合呢？绝对有，他们绝对是有心结的。因为 Shaq 呢，天生乐观。Big Aristotle 呢，就是一个我的天分就是这么高，我就是全世界没有人挡住的一股力量。我打球的时候呢，我练球的时候就是一个随性。那我在休息室里就喜欢跟我队友开玩笑，然后圣诞节的时候，劳力士每人发1支。这种队友谁会不喜欢呢？那 Kobe 的个性不是这个样子啊 ，Kobe 是，抱歉，你凌晨4点跟我来练球。然后你给我投1000颗没有投进，你就不能下班了。那什么？你要礼物？我给你1拳差不多吧，因为你软的像 Sharman 一样啊，没有？这个是他过去后来讲的一些话，说他的队友软的跟卫生纸一样。不过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每个人的个性在同一个球队不一定都是一模一样。有的人是因为先天的条件太过于的良好，所以呢，他可能认为我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另外的人可能就说，我一定要朝9晚5，然后打篮球打到满，打到好。所以个性的不合，目标的不一样，或者种种的，可能在沟通上面也有一些问题的情况之下呢，这2个人虽然连续拿了3个总冠军，可是渐行渐远。那这些事情的爆发呢，是在03年以后呢，他们组成了 F4，然后呢又没有办法拿下冠军，然后 Kobe 呢就跟他的老板讲说啊，这个。我希望我们可以回到 Showtime Basketball， 而不是打缓慢的、无聊的3角战术。所以呢，这样子一来呢 ，Shaq 在合约结束了以后呢，没有结束啊，就是他就跑去了热火队了。好，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至于2002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对 Kobe 那一年就是一个新的肯定，就是那一年呢，他拿下了明星赛的 MVP。所以呢，第一，你可以选进明星赛，这代表说你的能力已经在联盟里面数1数2的好了。你已经在西区里面呢，大家已经认同你这个能力，给你的票选，然后呢，最后选进了 All-Star Game。那他又拿下了 All-Star Game 的 MVP， 证明是他是 Showsman 里面的 Showsman， 因为明星赛就是一个表演嘛。那明星在表演的情况之下，你又可以拿下 MVP。可是我必须要回馈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90年代跟00年代初期的时候，明星赛不是像现在大家好像完全的不防守来给你打，大家还是会守一守的。所以你要在明星赛里面拿下 MVP， 那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那 Kobe 那个时候呢，02年就拿下了 MVP 这样子的一个头衔，所以其实证明了一件事情。
他在这个冠军，他在这个众多的 NBA 的超级巨星里面呢，他是可以有一个地位在的。虽然到了冠军赛呢 ，Shaq 仍然拿下了冠军赛的 MVP， 可是 Kobe 个人的能力已经是凸显了出来。那至于我们从08年02年往下走，后来呢 ，Kobe 换了一个赞助商，他也换了他的背号，就是从背号8号到我们后来知道的背号24号，我们翻到24号好了。到了08年的时候 ，Kobe Bryant 已经是联盟的 MVP 得分王，而且连2届。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拿冠军，甚至在08年呢，他们最后季后赛冠军赛线输给了 Boston 之后呢 ，Shaquille O'Neal 呢，当时还写了一个 rap 来笑他，你就是没有办法赢啊，你就是拿不到总冠军。所以 Kobe Bryant 在08-09年，为什么09年特别的重要？因为09年他击败 Boston 拿了总冠军，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呢，很多洛杉矶当时的那一年呢，从球季一开始的媒体记者就开始做了一些文章，说 Kobe 改变了，他打球不再自私，他开始有分享。可是如果你看 Kobe 的数据的话，跟08年几乎是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些记者在看什么啊，因为他们赢了总冠军，所以你总要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那一年呢，09年不但他拿了总冠军，他也是冠军赛的 MVP， 终于以 Kobe Bryant 为主的球队拿了一个总冠军，摆脱了 Shaquille O'Neal 的魔咒。你没有 Shaq， 你就拿不到总冠军，可是你还是要 Phil Jackson 才拿得到。所以呢，这件事情好像02-09年的关联就是在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8号的时候呢，他虽然拿了总冠军，也拿了这个明星赛的 MVP， 可是他并不是冠军赛的 MVP， 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有一点这个最伟大的时刻，还是有一个人比他更伟大一点。可是到09年就不一样了，他就完全的真正的证明他的能力以及无私的打球的方式，这是记者讲的，可以拿下总冠军，而也抵定了他在湖人队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呢，可能大部分的人说你讲到 Mr. Lakers， 你可能马上想到就是 Jerry West， 你可能马上想到就是 Magic Johnson， 这些都是从湖人选秀进去，然后一路顺打下来，全部都是湖人，然后拿过总冠军的人。所以在09年拿到第2次的第2段总冠军以后，慢慢的 Kobe Bryant 是成为 Mr. Lakers 这件事情就开始抵定他历史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看一下裤子，裤子我穿得下，因为我刚刚想到，我一直没有在看裤子。裤子呢，虽然跟衣服一样，也是一个有瑕疵，因为它也是少了一个 X 跟一个2，也是不应该是我的 size。不过重要的是，它虽然是 L， 可是看起来是一个185公分、112公斤可以穿得下的裤子，所以我赞赏你 Mitchell & Ness， 谢谢你做了一些人可以穿的衣服没有开玩笑的，做出一些胖子可以穿的衣服，很好。不过再回到 Kobe 的故事啊，裤子我喜欢了，衣服我穿不下，赶快退回去，不要开了没有开玩笑。那09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就是09年不但 Kobe 自己拿了冠军，他也拿了明星赛的 MVP。可是这一次的明星赛的 MVP 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一年的明星赛 MVP 有2个人，另外一个是谁？大家要不要猜一下？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他在之前最讨厌的那个，写了一个 rap song 来笑他08年拿不到冠军的，然后呢，一直都是他夺冠最大的一个阴影，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人，他拿不到总冠军。那这个人就叫 Shaquille O'Neal。他跟他一样，在09年呢，明星赛是打了 Co-MVP， 所以这个就是命运，我的朋友们。02年跟09年呢，这个差别就是，他终于拿了冠军赛的 MVP 之后，他还要在明星赛跟 Shaquille O'Neal 来一起分享明星赛的 MVP。可是我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提醒跟补充一件事情，就是
Kobe 那年拿到冠军赛 MVP 的时候，他是心平气和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跟 Shaquille O'Neal 已经握手和好。怎么握手和好的呢？其实，在打明星赛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明星赛是在球季第一半的时候要打的，那个时候呢，他跟这个 Shaq 其实还没有特别的好。那 Shaq 呢，其实在拿到冠军拿到这个 MVP 这个明星赛 MVP 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有一点点觉得有点尴尬。可是当他们到这个颁奖台的时候，两个人要一起举起这个奖杯的时候呢 ，Kobe 伸出了和解的双手，他拿了冠军奖杯，他就转过头来跟 Shaq 当时的9岁的儿子，就是现在呢已经可能快要进 NBA 的 Sharif， 他说 ：“Hey Sharif, here's the MVP trophy。”他把这个奖杯颁给了 Shaq 的儿子。两个人因为这个举止 ，Shaq 当时回忆说：第一，我很感动，因为我不知道 Kobe 会记得我的儿子的名字。第二，这个等于是伸出了一个愿意跟我和解的手。那 Shaq 马上抓住了这个手，就像救生圈在铁达尼号一样，两个人和好为没有任何的心结。所以 Kobe 在09年那一年呢，我认为也是完成了几件非常重要以及伟大的举止，就是呢跟他多年以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敌人握手和解。那更重要的是呢，也在那一年呢创下了我认为湖人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 beat Boston， 拿下了总冠军，而且他也顺利的拿下了 NBA 的 MVP， 冠军赛 MVP。因为08年的时候他是例行赛 MVP，09年他是冠军赛 MVP，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些壮举之下呢，隔年连胜，然后一直到职业生涯在湖人队退休的时候呢，他终于我认为名副其实的洛杉矶的湖人先生。那他也是呢，在洛杉矶唯一的一个球员有2个背号都退休的一个选手。那以这样子的成就呢，完成了他在 NBA 以及篮球生涯的伟大。那这件球衣，我认为第一点，它上面有这个蛇纹，就已经赢了。这有点像征服青海，你有没有看过？就是 Tom Cruise 跟那个 Renee Zellweger， 我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那个 Tom Cruise 跟他讲了一大堆话，然后他说 You had me a hello， 这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口的时候，你就征服了我。那这件球衣也是类似的，因为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有蛇纹，那你已经打动我了，那我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所以呢，这个我很感谢 Mitchell Ness 给我这个机会来摸这件球衣，因为我跟各位一样，我也要到店里去买，听到没有？我也要到店里一起去买。制作人听到没有？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开箱的今天 Kobe Bryant， 我认为可能是在近代做球衣，特别这种复古球衣里面来呢，可能是最棒的一件复古的球衣。因为不管是历史的故事跟定位，还有呢，它这个 Black Mamba 继续的维持它同一个主题的制作。以及它很有质感的一个材质做出来双面的一个球衣，都是深得我心。我相信如果你到店里去看一看的话，也会深得你心，把你口袋的钱包掏出来，然后来付钱买下这件衣服。因为我觉得我也会。所以呢，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满意，因为你认为说到了这个月份你还要再花钱去拜一些你自己想买的东西的话，不要来怪我。因为如果你看我们的肯尼闹星球的话，你可能多时的就会接收到这一种让你去掏口袋拜东西的这样子的资讯。我们下次肯尼闹星球再见，拜拜。